每一年的11月甲过当年的2月是台湾沿海掠麻鱼仔的大月。讲今年枋寮到东港的外海麻鱼仔罕见大爆发有真多。渔会总干事讲，这是几啊年、10年才出现一届的景象。有不少的渔民逐暗都使夜船出海，若是运气好，一暝会当掠到1万外尾，冲啊袂到100外万。大船入港，今年好过年咯。 半暝看袂清楚，挂头顶映一来，就赶紧护，因要护的就是俗称白金的麻线麻仔，就希望讲，趁这个时阵会使过一个好年。啊，你若有麻的时阵是上好，是逐年有上好啦，一暝个百外万啊。系啊，咱讲伊的致富就是安尼啦。 每年11月到过当年的2月底，就是台湾沿海掠麻线的时阵。最近几年来，因为漏水关系，麻线的数量一直减少，价数嘛一直起价。不过屏东枋寮到东港外海真罕见，虽然几十年来一摆麻线大爆发，渔船啊便出港，拢会使掠万几尾，每一尾差不多有130块。晚上带灯来捞来，如果7点多收来，都是人啊。 较早迄嘛是有几十块啊，吼啊像今年伊开盘就130、140迄个所在啊，嘿。所以这个价钱是算足好的。一暝会使赚100几万，而且是10几年来拢捌看过的数量，当地渔民拢真欢喜。既来讲，趁这个时阵会使好好掠这个海上白金，过一个好年。